政府2023年輸入呢個勞工優化計劃啊，到而家都輸入咗5萬啦。有26種類別，由侍應、sales 去到維修工人，基本上呢啲低技術工人啊，香港一向都做緊啦。呢班新移民嗰啲酒樓全部都係做緊侍應嘅，你仲輸入咁多侍應入嚟，咪搶咗本地工人嗰啲就業個飯碗。你好似地盤工啊嗰啲啊，政府啊搞咗幾廿年建造業訓練局嗰啲啊，好多新移民落到嚟就係參加建造業訓練嗰啲㗎。咁你入去地盤做工，人工高啊嘛，你嗰啲又輸入外勞。電視台啊、報紙啊、鏗鏘集啊、新聞透視訪問過好多次啊，假就業啊嘛，扮香港請唔到人，跟住輸入內勞啊嘛，啲酒樓直情上埋電視，個酒樓老闆上埋電視話香港請唔到人啊，我搶大陸廚房師傅啊嘛。老闆喺香港假扮請唔到人啊，就算捉到都係罰一段時間，唔准請內勞啫嘛。之後又可以再申請請內勞啊。而家啲僱主啊，聽講話揾全香港人就替工啊嘛，上高就輸入咗內勞就全職啊嘛，鏗鏘集講。你香港人就翻兩日哦，你哋兄弟唔使翻，我哋有夠人啦。你揾咗個內勞咪夠人咯，咁你嗰啲全職咪做替工咯。地盤工而家每請2個本地全職工就可以請1名內勞啊嘛。本地工總唔知你翻夠35個鐘就可以請1名內勞啦。嗰個外勞就可以翻足1個月，但你本地工只可以翻35小時啊，1個禮拜。香港就業市場仲未計，而家每日輸入5000個家庭團聚喎。家庭團聚嗰啲樂隊偶係揾做低下技術工好多。呢2年班老闆又輸入咗75000個內勞，但係原來疫情前啊，嗰啲沙士菌前啊，每年都3000個啊輸入。而家越多人失業，個消費市場咪越死咯，咪攬炒喎，撲佢個街，屌佢！今時今日邊有半斤八兩啊？公司冇生意啊，冇人消費又咪啲鋪頭咪有一樣揸，到時咪唔使輸入外勞喎。好似銀行呢頭裁員啊，恒生嗰頭話啲銀行又話要輸入內勞啊。輸入外勞啊，加劇本地工人失業啊，壓制工資增長。香港本地人點樣保障自己嘅工作，都好難保障到啊！如果你發現你俾老細炒咗，你咪篤灰咯。勞工處有個篤灰電話21506363，係21506363啊，都好難篤得入啊！左篤右篤，前篤後篤都篤佢唔入爆噶。祝你好運啦！